继续来到南投的仁爱乡来看这个南丰村加油站，红讲是全国上界逼近的加油站，因为这几年来，互这个土石流升腾过4届，去年甚至互土石流来淹去。即届这个风台是直接加入来台湾，加油站的员工是进行会阁引发到土石流，所以提前来做准备，伫咧办公室加装一个防灾的铁门，要来挡这个土石流。南投仁爱乡雨势正大，伫南丰山的加油站，去年因为中台卡路的影响，规座加油站去互土石淹过，号称作是全国上逼近的加油站。将站内所有的土石拼清去，都用个月时间。它会很大啦，危险会那个出事了啦。过将近一冬，加油站东头墙边的边坡也是有垫土石。这边当着开闭风台，都惊迄规片土石会去互大雨淋一个，搁再出现土石流，将加油站淹起的状况。加油站提早做防灾准备，尤其是办公室装防灾铁门，若是风雨一透，铁门就会拖落来。担心冲下来啊，这些都还没清掉啊，这样会担心又过来，还是要跑啊。加油站的员工讲，听到风台要来，已经烦恼起来等。想到去年土石流淹过加油站，加油站的人员拢讲，若是雨实在响伤大，都会准备得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